的时阵，你着知影做人足艰苦的，因为身躯有病啊。敢有人感觉伊破病啊去病院艰苦，尤其是若需要大病院的时阵。然后阁有一个点吼，你一定嘛会感觉人生其实真正是苦海，叫做当咱若老的时阵，真诶咧，咱体会看觅咧。但是上有智慧的人，就是伊还未老，伊个少年，伊就知影即种道理啊。哦，即个内面一定是毋是普通人啊，所以定过去是做有修的。伊伫少年的时候，伊就会当了解即种道理。但是咱敢有看过即种少年人？那么，互咱老是甲咱讲，足少，非常的少。你莫以为讲足少年就讲拄徛伫讲大，伊就知影哦，伊其实也毋知，但是伊就是咧过渡伊即个时期。伊少年你像我伫几岁开始读讲大，咱敢知？哦，真正还未20岁。哦，真正条久啊！但是你若互我敢知影即种体会，毋知你若就是嘴咧讲，叫口头内底常语。但是慢慢时间会去，你嘛以为安尼就好咧？慢慢了后，哦，所体会啊，真正不得了。啊，互我慢慢叫咱做有影啦吼，因为哦，安尼讲多做，可能就是想要咧叫咱抬杠安尼尔。你若要坐甲伤严肃安尼，你敢知影？你若坐甲遮严肃，我对严肃起来咧。因为我是一个吼，就是较放松的人啊，所以咱着自由啦吼，安尼坐落轻松，安尼互咱咧讲嘛较轻松啊。免换吼，我感觉讲咱着场的人才拢做古锥的啦吼，就是吼，我若啉一喙茶，再换一摆，若是去烘着互较个茶的啦，修养若无好，真正怨叹啊，就做无理的啦。一杯茶当啉甲吼，当4点吼，所以拢免换。吼，啊，你是啉一洗喙安尼，也就是我的习惯啦吼。互我来听做参考，因为拄则带经理，互我较济加10外分，所以互我加讲10外分啊，惊咱开讲一下啦吼。修道修心吼，其实伊是属于在咱内在的部分，啥物物件是拢内外。吼，外就是表面看的嘛，是讲向外。若伫外吼，伫咱的厝就伫内底，啊，若离开咱的厝就叫做去外口。咱听过即句话无？外口安尼。所以即马拢讲哦，因为哦，即马的即个疫情的关系嘛，啊，听讲咱拢互关伫内底。啊，这处理哦，台湾人佫关会牢，所以你看咱台湾的疫情哦，互咱一直扩大嘛吼。我甲你讲，外国人关会牢，因为你若无好处理哦，就是伊爱向外，这叫民族性。伊个感觉讲我要得到病了，你若但是无处理，就是袂去。所以你甲看，较真咱去控制袂落来，真若是愈来愈严重呢。你是看咱台湾咧平静哦，最近伫菲律宾倒来是有够济规个拢确诊的就对啦。哦，其他的国家是拢足严重的哦。所以若要到讲这安讲啊，这疫情啦，爱讲可以啦吼，伊会冰落来吼，要偌久个人知哦。啊，所以这种印证以前先都甲咱讲的话啊，以前先都咧甲咱讲，咱是毋是拢袂相信？因为我太面咱啊，因为吼啊，拢无发生啊。但是真啊毋是呢，是发生甲互咱想袂到。人讲哦，足恐怖的安尼啊，那突然间呢，安尼咱就知影讲仙府拢会骗咱。咱道场的真过者嘛，拢袂骗咱。但是啥会骗咱？咱敢知影？咱家己
点20分到11点啊，100分钟啊，迄个对。啊，下晡佫排来遮，互我讲这体育讲师是咧操兵是毋是啦？一天排2课诶，然后互我这人是咧牵去操诶咧行诶，互我若对点文书出，我拢一定先甲讲，互我袂当操兵。哦，因为若操落无真正吼，迄血动血安尼，但是敢爱操，操若无操哪会好？咱讲我咱国家歹做兵诶，尤其是歹职业军人，啊若讲着做兵，就爱牵着即条嘛。哦，你若讲叫伊讲做兵对毋对？起来2点钟讲袂煞。讲安怎做兵啊？啊有做兵就有操过，也无做兵无练过，无共款呢。真正是无共款诶。啊，咱伫道场嘛共款，咱所谓诶修甲班，就是咧向家己叫做锻炼、训练。像讲咱要来坐这条椅啊，嘛是爱训练。有个人头还要坐个条呢，行出去，啊，搁入来，行出去，搁入来，因为你坐袂条啊。安尼哦，迄像囡仔落，迄囡仔拢坐袂条，你想讲要来尿尿，要来尿尿，啊，其实敢有影，无影伊就坐袂条啊。所以这种是训练，慢慢吼，拢会靠训练啦吼。啊，甚至讲啥物讲书伫台上嘛吼，讲台上1分钟，台下3年功安尼啦，就有影无？就是足困难诶，就对。但是我感觉讲，咱伫遐坐嘛是会拢总是爱训练，这是互相诶啦吼。啊，所以伊是一个在内陆诶训练物件，一个是在外咧办道啊，办道咱应该足了解诶嘛吼。办道诶项目啊，办道吼都爱动啊，都要动起来了。哦，啊像咱爱做面筋啊，爱迎接啦，爱款料理啊，这规个拢爱固定诶。伊属于活动在外，但是若是修心咧，伊属于就是伫咱内底诶。啊，这吼难度较悬，这难度非常诶悬咯吼。啊，所以咱即句话敢捌听过？修道修心，办道修心，心足熟啊，心甲袂当足熟啊。但是足少用即个做第5道尔，因为你太讲诶吼，互我去讲一下，啊，咱爱较认真听安尼吼。好，互我来甲咱分享吼，修道修心，咱敢知影即句话是伫对啦？在过去诶修行人吼，伊就知影修道就是爱修咱迄条内心，早年就知影。所以咱若去看禅宗诶册，还是看五顶会员，看过去诶高僧大德，伊修行诶记录，足侪拢会讲着讲修道修心即句话。但是若办道真心咧，你敢看会着？看袂着，因为办道即件代志拄我伫第安期才有诶。啊，为虾米伫第安期才有？因为安尼才会当像用杯，才会快速。啊，无咱第二步啊，咱敢知影西洋、红洋，人诶根气是非常好诶。这社会吼是足淳朴诶。虽然咱看朝代若是袂平安啊，但是像咱即个比起来差太济啊。这咱就好会讲着哦。所以即个时机吼，若无用即种办道，互咱训练的法门，咱诶速度慢。有时阵吼，咱一生要去算不地付。所以天文书店，所以咱诶志光老师才甲咱背了一篇诶圣文。啊，这篇圣文哦，已经甲即2句拢讲完啦。啊，所以互咱吼，互咱看，若是读过一遍，若是较有体会，就知影啊，拢毋免互我讲。啊，这篇圣文吼，咱敢知影？咱诶志光老师伊真经家己本身献身伫咱诶颐和县堂哦，伊来就开始念这篇诶圣文啦。但是一般有500几个、500个教师用县堂学班，伊拢必须爱是大学、高中、大学硕士、博士才会当入。若像我即种博士科个袂当入，伊就是学界咧天庭学一班啊。但是互我拄仔有即个，有拄仔有工课，所以才有机会去看伊个互我永远拢袂记录袂记是足难忘的志光老师
但是吼，我伫时啊捌播过一次，因为你那咏叹讲师有伫啊，伊算是歌手，而且还搁了后壁变足久把它变出来的，所以安尼无法度，才互他家己本身来念互咱听啦吼。若捌听过，我看过，恁搁复习一下。若是毋捌看过这篇圣文呢，咱好来参考吼，因为吼，我把这篇圣文当作就是老师的经典之作，就是自修德甲办德讲甲清清楚楚吼，拢伫伊的内容内底。然后啊，就咱大家哦，我话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修道修习，这我都有带念哦，很简单。我们修道修习，我们办道尽心，我们不与人家比短论长，我们不与人家争强斗胜，我们委屈自己，圆融十方。我们是苦海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。任人践踏与毁谤，我们要低下头。我们理直气壮，我们屈身自如，我们悼念坚强。我们不白牺牲，我们不白过时光，我们不白来人世上。虽一人仅系多少苍生性命，看重自己，不需要彷徨，不需要受自己的暗赞。树立一条正确的目标，让千万人安安稳稳地直上，让千万人沾到慈辉之光，让千万人沐浴在天恩的浩荡，让千万人了脱这苦海的汪洋，让千万人的九玄七祖一齐沾光。哇，这篇圣文哦，太感动了。当互我读完这篇圣文的时阵，哇，迄时阵的感动互我是无法度用言语来表达的吼。所以上尾这一段就是办德，你看，拢要互千万人，意思讲就是足济就对啦。然后会当达到老师所期望的这5个目的。这段叫办德，然后其余所有的拢是修道的功夫。所以在这篇的圣文内底，甲修心、甲修道修心、甲办德尽心，拢已经讲清楚啦。所以咱看着咱的所有的点文书哦，其实咱伫落线两个点文书吼，伫咱的老师还未来献心、献灵学历班，还未开甲献济班进前。咱向国外开放的无济，菲律宾、新加坡，不得安尼尔。大陆小看，但是自从咱济公老师也是天人师尊来献心了后，哇，就无共啊，无共啊！拢叫出去拄则，互我毋是讲爱操兵嘛？迄个迄家是叫点传输出去操兵，然后真理叫伊到边仔叫去，伊讲。伊叫周土嘛，咱这里要你说秋哦，秋这里你改讲，除了你去旁边，春的花，因为我伫现场拢有看的嘛，所以互我上会感动啊。老师这篇圣文实在是，甲伊的修道修心、办道尽心拢讲了，然后互我贯穿，互我今仔日所要讲的，来配合着这篇圣文来聊咱这报告。因为我袂晓家己学袂讲嘛，因为种功夫吼，也毋是咱会晓的功夫啦。必须爱请佛来甲咱讲，必须爱请咱的老师来甲咱开示吼。好，你有没有那个做啊，甚至之类的？因为伊都是在课的用咧照，就是种规律的吼，要互我来听几些人去规律的吼，所以的也会照。这是谢谢。
袂好嘛，袂完全迄种诶。所以你讲心好有遮简单嘛，但是要学识诶人伊就毋知啊。啊，毋过即句话是对诶，心好就好啊。咱来遮就是咧甲心修好诶。你若是心已经修好啊，你毋免来坐到遮咧。为虾米？因为你爱伫顶悬人缘摆，因为你心好，心好就是心不做作啊。无像讲伊诶心好，一个念头当对去啊，迄心好是无完心诶学问，你敢知？啊，所以咱咧回答即种问题吼，咱拢爱研究啦。你若想讲以前互我嘛袂晓紧啊，啊，若真正互我敢会晓紧？加减，我做人啊吼，加减啊，尤其迄时就先毋免甲讲伤济，讲伤济会惊着。啊，当然这是咱另外法门啦吼。所以吼，心好调好心无共款吼。安怎讲呢？好心吼，伊是一种短暂性的，像阮一点一滴安尼。啊，若心好是全面性的，拢好，人讲嘛，拢无体格的，无任何的瑕疵的，安尼才叫做心好。那么伊的代表性的字不叫佛，叫做圣灵。有时含菩萨哦，都毋敢讲伊心好，因为还着先就道啊，伊只是菩萨道尔啊。因为菩萨阁有菩萨的个圆满啊，这是事实的。啊，若咱呢？哦，你若讲互我感觉讲，这念头真正无好心哦，你去这念头对无？这若这种修行人吼，你起心动念，你家己会知，这已经道行足悬的啊，咱敢知影？咱坐大声吼，你道行偌悬啊，你敢知影？但是拄则圣父内底有讲过一句，毋知咱对毋是咧？看重自己，咱敢会看淡咱家己？咱是安尼吼，若是无法是做到看轻别人。啊，若讲着咧道有诶吼，可能嘛袂看淡家己啦。啊，要安怎看重自己？这时代吼，人是安尼，人有钱讲话就做大声，啊，若无钱讲话，敢做大声？看重自己，不需要彷徨，因为咱入这个世公老师的道场，咱这个道场吼，拄则吼我伫楼骹吼，有听到一个，就是应该是楼骹的迄个朋友嘛吼，伊讲安怎，我是遮安尼讲诶，伊那想讲包美敢来啊，伊那想讲安尼啊。啊，伊搁有一点仔先像咱道场的啦，有一点仔搁无先像咱道场的啦，啊，互我听着感觉真趣味。咱即个道场毋是咱带经理的，但是以咱民间来讲，这是伊负责的啦，毋是伊的，这就有差别啦，对毋对？我是负责的，这毋是我的。心好交好心是无共款的哦，心好完全一切拢 OK。咱今日入到咱济公老师的道场，因为这叫做济公老师的，啥拢毋敢讲伊的。你看，昔日的王经理啦，迄一间足庄严的佛堂，迄间敢是伊的？毋是，迄间若是大家的济公老师的道理，大家拢会当去，拢公家的，安尼咱义和信堂嘛是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哦，咱来到遮，咱的老师就是有法门吼，咱好啊修持，修持甲咱会看重咱自己，就是讲，咱吼真正是足难得的啦，难得为虾米呢？咱继续看第二个问题，心怎样才叫做好？心要安怎才叫做好啊？哇，这个问题就是吼，我今仔日咧报告的，因为修道修心嘛，就是要甲这条心修好啊，甲歹的部分修理又好啊。你像咱的冷气若歹去，爱叫啥来修理？修理冷气的师傅啊，迄师傅若无来修理，吼，迄只冷气就袂灵，就是就热死啊，就对啦吼。爱啥师傅啊？咱的心无好，敢爱啥师傅来甲你修理？即
哦，伊是会甲咱修理无毋对哦，但是你本身吼，你爱具备迄个条件啊，比如讲冷气机敢是逐台拢修理会好，对不对？即摆哪无人要去啊？冷气若歹，敢逐台拢会修理一？无一定，有诶，会修理一啦，你爱去买新诶啊。咱嘛共款呢？为什么老师甲咱讲咱爱看重家己？咱若会看重家己，你若知影即个道有偌真有偌好，安尼吼上体交咱的恩师伊才有法度甲咱修理就好呢。咱若是即个拢无具备吼，袂修理一下，就无效啊。就辛苦啊，就做歹讲的啊。吼，所以珍惜机会啊，咱爱做迄个吼，互人会修理一个啦，安尼敢知？所以哦，譬如讲像我不是拿咧互人修理，即个所谓的考验就是咧甲你修理，因为若无考虑啊，无考就袂好啦。恁感觉讲学生拢无需要考试吗？学生敢若考试？学生就是咧甲考试，伊的实力才甲考会出来。咱感觉咱修行就拢爱保平安嘛，咱修行拢爱一帆风顺嘛，咱修行爱万事如意嘛。我若求老师求啥就爱互我，伊若无互我是假，但是无样宝贵，安尼敢对？这心拢无好呢吼。人讲吼，求人不如求己。你家己本身你必须爱有具备迄个条件，安尼就有求必应啊吼。互下来念一句老师甲咱讲。我甲咱讲，要变换地哈，嘛唔免太多啦。虽然哦，互我甲宣布吼，老师甲咱讲哦，咱即内的道场只要有3分的信心，伊就会互咱7分的感应。恁敢捌感应过？安尼3分的信心无出来哦。你难怪老师爱怪咱家己，咱是。咱若讲要修的人，安尼想啦。若有7分的信心，伊互咱10分的感应，即那叫做吼修行的大塔咧，就对啊，这是事实。啊，这互我吼经验有够丰富的，但是伫1、2年前，我才学着一句啦。本地互我学到这2句尔，上好的迄句拢无学着啦。结果伫1、2年前，互我一个机会就学着。讲，如果你若有10分的信心，有求必应，你来背起来。3分的信心就7分的感应，7分的信心有10分的感应，10分的信心呢，互你有求必应。有的人真正就是有求必应，有的人毋免求自然就应，是事实是实的啊。但是咱唔相信呢，无你试看卖啊。讲你毋相信，你试看卖啊！这个时代要讲迷信的呀，那互我是这个见证人啦，是事实的，互我是真正会感应的。但是又毋是痛吼，就是感应啥感知？感应互我嘛要讲课吼，老师就来修理啊，安尼就对啦。代志就会发生啊，就会有小问题啊，就互你知影，这是真的哦，你是真的哦，天命是真的哦。这个老师是真的哦，你毋通安尼，通讲开玩笑安尼就对啦。这是我本身哦自己的一种经验，所以哦，这是一个事实吼。那么老师又会甲咱保证，付钱很好。各位先生，然后我刚想着讲，若要甲付先生问好一个，感觉怪怪的。这是厝咧，袂感情安尼啦吼。咱欢迎付先生的到来加持嘛，那个大包快起来了。这付先生来啊，偌好咱敢知影？互我若是烧声，甲冻袂到4点，付先生就当起来。啊，实在是哦，太有感应啦吼！我讲太有感应吼。所以心要安怎才叫做
治咱这粒心，咱是人项吼，拢心出问题啊，心肝的问题呐，心的问题嘛是处理好啊，那么一切就拢 OK 啊。所以心好就好，这是事实的。心若好，一切就拢好啊吼。有一天啊，互海的第二秘藏啊吼，我莫甲伊讲伊叫做啥。伊有一天吼，坐到互我的边仔，就甲互我讲，哦，慧官啊，慧官咱是互我来斗头，你知影？其实伊就是互我互你家人去下着中辈大姐的名嘛，所以佮号一个小名，你佮号一个小名，就甲去比，互我来讲，你是互我的道号啊，就对啦，叫慧官啊吼。然后伊讲吼，你是知好命嘞，讲安尼啊，伊到底起啥物互我毋知啦。因为我啥物拢无，惊老师差不多啊，空空如也啊。哦，啊，就啥物拢无，伊讲，你真正好命嘞。我就甲伊一句话哦，咱煞了，我因这句话，阮第二日上阮无做讲话，代表伊应该，感觉伊讲即句是对的。我甲伊讲哦，心若好吼，就好命，安尼你敢要赞成？我甲伊讲，啊，着心好吼。好命命就好啦，爱咱念念，咱无去讲话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这是我自然就家己认出来啦。啊，所以咱的道场内底咧学习吼，上天拢袂辜负咱，哦，咱的老师拢袂辜负咱，咱的前辈者拢袂辜负咱，咱千万毋好家己辜负家己，安尼叫做看重自己，无需要辜负咱。无需要互家己有一寡障碍，迄拢是对咱的心起来的。咱的心态哦，若起波咯，啊，就有障碍啊。啊，所以这是老师的名言，修道咧修的就是这粒心肝吼。那即句哦，第三句，咱来看吼，无心肝，想看卖。哦，他毋是咧唱流行歌吼，因为吼爱歌声是无足好。你敢捌听过这句话？